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创世纪22章，咱要对第1节看到14节。旧约圣经创世纪22章第1节，上帝话安尼讲：这代志以后，上帝赐亚伯拉罕，叫伊讲，亚伯拉罕伊应讲：我伫遮。上帝讲：你带你的囝，就是你独生的囝，你所疼的以撒，去摩利亚的地，我所指示你的山，伫遐将伊献做烧祭。亚伯拉罕透早起来，备班如带伊的2个少年人，甲伊的囝以撒，也破烧祭的茶，就起身去上帝所指示伊的地。到第3日，亚伯拉罕夜目远看迄个所在。亚伯拉罕对伊的少年人讲：“恁甲如踮遮听候，我甲囡仔去遐敬拜，就倒来恁遮。”亚伯拉罕将烧祭的茶下伫伊的囝以撒的身上，家己的手举火甲刀，对迄碟2人3角行。以撒甲伊的老爸亚伯拉罕讲：“爸啊！”伊讲：“我的囝，我伫遮。”伊讲：“你看，火甲茶拢有，总是烧祭的样啊，伫倒落。”亚伯拉罕讲：“我的囝，上帝要家己备办烧祭的样啊，对迄碟2人3角行伫9节。因到上帝指示伊的所在，亚伯拉罕伫遐起坛，将茶摆好，把伊的囝以撒下伫坛里的茶顶。亚伯拉罕就双手举刀，要杀伊的囝。耶和华的使者对天叫伊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伊应讲：“我伫遮。”使者讲：“你毋通伫即个囡仔的身上下手，也毋通对伊怎样做，因为我当知你是敬畏上帝，也无将你的囝，就是你独生的留地无互我。”亚伯拉罕夜目看见后面有一只阴公，甲甜伫规坡的树仔，亚伯拉罕就去掠迄只阴公来献做烧祭，来替伊的囝。亚伯拉罕名迄个所在叫耶和华以列，直到今仔日，人也有伫讲，伫耶和华的山要备办。以上愿上帝话成做咱的帮助，咱听伊话去过去行的人，嘛要得到祝福。即时正道咱要请罗伊传道师罗伊传道师伊要来甲咱正道伊正道题目是无保留、无倒救、无后悔、无保留、无倒救。无后悔，但是他是用华语讲啦我们应该还稍微听得懂咱时间到罗伊传教。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到我们中间来分享。你看老师的衣服里，大概就可以知道我应该不是会讲台语的人，但是感谢主。那我希望在今天的分享里面，借着这一个题目，让我们重新在这段经文中看见神对我们很特别的心意。我想对我们来说，没有一个人不是对这段经文不是这么的陌生通常我们讲这段经文都会跟什么绑在一起？你们知道吗？应该会跟奉献绑在一起。杨哥，给那里，我不是代表台神来奉献、来收奉献的各位今天要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怎么样再次为主不保留？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为主来不退缩？也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为主来不后悔。好，我来熟悉一下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做很多的选择，对不对？他们几类今天早上有吃早餐的，请举手。好，大家都有吃早餐。每一天你都会想要吃什么的，请举手。还是你每天都吃一样的？都吃一样的我在台神教书每次
8点的课，学生们来通常都带着早餐。那你从早餐的这个准备，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个学生是有没有用心啊，或者是懒惰。我们有一个学生啊，他每一天都只带着1包肉松，每天在早上8点就是看他吃肉松。有一天我就问他，我就说，某某某学生，她是个女孩子，我说你每天吃肉松，你不腻呀？他说，老师，你不知道肉松有蛋白质吗？你不知道这个肉松吃下去，喝点水，它就膨胀就饱了吗？你不知道肉松我拎着1包就非常的方便吗？管非常的饱啊！我就跟他说，孩子啊，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很懒惰啊？他就说，对，因为我的先生不在，所以我只能吃肉松这样。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真的有好多的选择，包含今天我们来到教会，你早上起来，你要穿什么衣服，对不对？你要穿黑色的，还是要白色的？还是要什么样子的款式？要穿裙子，要穿裤子，甚至每一次我们离开家里去办事情的时候，你都在想，我今天要坐几号公车？好，如果你错过了，你会想，哎呀，没关系，我再等一下，还是坐计程车。你知道我们都在做选择，我们每一个人在做选择，都跟我们的需要有关系。那有一些人一些老师就告诉我们，心理学者告诉我们你做选择都跟你满足你里面的需要有关系，可能跟你的需求有关系。像我的父亲，因为这几年癌症的关系，他每天都需要喝高蛋白的饮品，但是高蛋白喝下去不好喝，你知道吗？所以他每天都要对自己说，他是一个传道人，他都会跟上帝说，主啊，这个杯请你挪去，亚姆哥，请你真的是帮助我。你知道我们都有一个需求，没有人会做你不喜欢的选择，对吗？是吧？你会做不喜欢的选择吗？不会吧？像上个礼拜股票碰到34000的时候，你会把你手中的股票卖掉吗？不一定啊，如果赚钱就当然会卖啊，对不对？你不会去做不喜欢的选择嘛。可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这个爸爸被迫做一个非常难过的选择。这段经文我们谢谢我们的长老我听他讲台语非常的享受，很美。在这个过程里面，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似乎只看到亚伯拉罕跟上帝，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主角吗？有以撒，对吧？当神试验亚伯拉罕的时候，你知道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吗？圣经第1节告诉我们，这事过了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了？不要忘记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在22章的前1章，这个爸爸才经历了另外一件事情。他经历了什么事情？他有另外一个儿子，对吗？以实玛利被他给送出去了。我们讲送出去好听一点，讲不好听叫什么？赶出去，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撒拉非常的不开心他怎么样？撒拉很生气。那最后亚伯拉罕被迫不得不把夏甲跟谁？以实玛利给赶出去。作为一个父亲，你想想看这件事情容不容易？不容易我们中间很多人是父亲的，你真的乐意把你的孩子赶出去吗？不太可能，对吗？亚伯拉罕才经历了这样子的事情，不知道过了多久，可能过了1个礼拜，可能过了2个礼拜，可能过了3个礼拜，可能过了1个月，过了一段时间，突然间上帝的试验来了。上帝对他说，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他立刻的回应神，他告诉他说，我要你把你所爱的孩子剩下的那一位，以燔祭的方式献给我。各位弟兄姐妹，你有听到燔祭吗？你知道燔祭是什么意思吗？
火烧 barbecue， 你知道吗？每一年9月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烤肉，烤山猪。在我们的部落因为我们泰雅族，我们不是跟汉人一样过农历年，但是我们一起放假。每一年农历年，我回到部落，我最喜欢的就是我们从头第一天烤肉烤到最后一天，那一头猪永远烤不完。那你知道烤肉、烤猪，你一定会做什么事情？生火，对吧？那生火之前，你要准备什么东西？柴。你要准备柴之外，你还要准备什么？肉啊！你不然你烤什么，对不对？亚伯拉罕听到要献祭，然后呢，献什么？燔祭。讲简单来说，就是要把以撒给杀了，放在这个坛上，被火烤了，来到神的面前。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有没有说不要，或者他有没有任何的情绪的反应。经文告诉我们，他清早起来预备柴。这个清早如果我们从现在的时间来看，大概是3点4点。这个爸爸独自一个人来准备这个柴火我想大家我们中间有一些大哥大姐我们的大哥大姐，资深美少男美少女。我之前在牧会我的长老告诉我，你绝对不要跟我说阿公阿嬷，你一定要叫我资深美少男美少女，资深我就说好，资深的美少男美少女。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已经有年纪了，不要忘记他几岁？他99岁生了谁？以撒。那以撒不知道过了多久，你知道他被上帝给要求要献祭。一个超过100岁的老人家，他早上3点多，一个人准备柴火。你知道一头牛、一头羊，60公斤的牛跟羊要准备多少的木材吗？很多经文告诉我们，他清早起来预备柴，对吗？他劈好了燔祭的柴。这个劈的原文的意思是撕裂心肠。简单的来说，这个爸爸在准备木材的时候，他劈下去的时候，他心里就痛一下。你要想他要准备多少的木材，每劈一下心里就撕裂一下，因为他知道在那个坛上的是谁，他儿子。这件事情很特别，对吗？他一个人3点4点起来准备木材，准备好了，他带着他的儿子跟2个仆人。有趣的事情来了，你们知道这2个仆人几岁吗？跟以撒的年纪一样。为什么跟以撒的年纪一样？有一些学者说这个爸爸做了一个某一种决定，就是到了那个山上的时候，就跟上帝说，可能要跟上帝说，你不要拿我的以撒，我给你2个仆人，好不好？当然圣经没有这样子讲，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子猜。可是他为什么要带2个年纪跟以撒的相仿的仆人跟着他们去呢？有一个旧约学者说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想想看，撒拉知道亚伯拉罕被上帝试验，要把以撒献给上帝，你想想看，妈妈她会怎么样？我来问一下我们中间的妈妈，你的老公要把你的孩子给献给上帝，而且是杀死，要给他烤起来，妈妈们，你会有什么想法？你会不会阻止？撒拉90岁的时候才有的小孩呢，对不对？这个妈妈一定会千方百计做了很多事情来阻止亚伯拉罕做这件事。可是你有看到撒拉在这个故事里面吗？没有。所以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这件事情只有谁知道？亚伯拉罕。他们走了3天，在这个3天里面，我们不知道这个爸爸的心里面经历什么样子的心情。3个年轻人感觉很像就是出去玩，很开心因为他们旅行嘛，去到某一个山里面，对吧？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告诉我们要去到摩利亚地去献祭，不知道是哪一座山。
可是这一座山，他们从家里出发的时候要走3天。这个3天里面，年轻人们可能非常的开心，可是对于这个父亲来说，并不是这么容易。他有没有可能在这个3天里面不断的祷告，跟上帝说：“求你收回你的旨意？”有没有可能？有。有没有可能他在这个3天里面不断的祷告，可是上帝一点声音都没有，神沉默了？这3天非常的难熬，对吗？走了3天，好不容易这个亚伯拉罕看到了那一座山，他看到了观音山，完蛋了。他知道时间到了，他是跟2个仆人说：“你们在这里等我。”他把所有要做献祭的事情放在以撒的身上。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你想以撒可以背那么多木材，那他的年纪绝对不是小朋友，他大概是17岁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非常的身强体壮，不然他怎么可能背那么多木材，对吗？对吧？他背着木材，在那里，以撒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爸爸，你看木材跟火都有了。那献祭的羊羔在哪里？”亚伯拉罕对他说：“我儿，我们的神必预备。”从那时候开始，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亚伯拉罕跟以撒同行，对吗？意思是他们肩并着肩，一起往上帝要他们去的那一座山。讲简单来说，以撒在那一个时刻也必须相信神会预备。更直白的说，从那一刻起，以撒也接受了上帝的试验。试验不是只有爸爸的事情了，从那一刻起，这一位孩子也必须相信，全然的相信上帝必为他们预备。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宣教士的故事。那老师，我在台神教宣教学。那我过去在台神服侍之前，我有8年的宣教的经验，然后有机会回到我们长老教会。我的母会是泰雅尔族石垒长老教会。我在这个部落里面长大，也受了很多宣教士的训练，然后开始在不同的国家服侍，也在神的呼召回到我们自己本中来服侍一段时间，我才有被神呼召出去读书，然后才回到台神来服侍。那这个宣教士非常的特别，这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系。威廉伯登宣教士他出生在1887年他出生在非常有钱的家庭，他们家里是挖矿大家知道什么叫挖矿的吗？知道他们家挖银矿的有钱对吧？他18岁的时候父母亲就送他一个礼物，叫做环游世界。当时你要环游世界容不容易？现在坐飞机很简单，对吧？我今天早上听李长老就是他每天很常要坐飞机，坐飞机很简单，对吗？可是，在19、20世纪初，你要环游世界不容易，你要搭船。所以他18岁毕业那一年，他父母亲让他去环游世界，去增广见闻。他离开美国，来到了非洲，先到埃及，在埃及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到了中东。特别来到了以色列约旦那边的时候，他心里有一个感觉，一个感受，就觉得觉得怪怪的，那个怪怪的他也说不上来。随着旅行不断的往东边去，他慢慢的意识到这个感受是渴望有人能够认识主。当他去到中国的西边，特别是维吾尔族那边旅行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确据，就是他要回到这里来传福音，特别是针对当时候的穆斯林回教徒。旅行结束，回到美国去的时候，
他进入到耶鲁大学读书。他在耶鲁大学读书，进耶鲁大学读书前，他在他的圣经的封面写了2个英文字，那翻译成中文叫不保留。他跟神祷告说，在这个大学4年，我要为你不保留的传福音。他每一天早上跟他的同伴2个人大学1年级，每天2个人一起读经，一起祷告，然后呢，在校园里面传福音。1年过去，这个2个人小组变成150个人，很厉害，对不对？就在那个时候，他大学2年级的时候，这个祷告小组已经来到150个人。他们这个祷告小组在做什么呢？就每一天在为福音的事工祷告。他们特别为福音还没广传的地方，为着非洲，为着亚洲，甚至是为着南美洲的福音事工祷告。大学生每天一起读经祷告，而且他们的服事不是只有校园内，他们也去到了校园外。在当时候的美国社会，种姓制度，不要讲种姓制度，就是我们讲那个就是族群有那个非常大的一个隔阂，特别白人跟黑人，他们不可能聚集在一起，对吗？好，我到时候黑人还是那个奴役的这样子的一个思想，虽然已经解奴了，但是白人跟黑人不太可能来往。他在那个大学2年级、3年级的时候，他常常到贫民窟，特别是黑人的社区，去那里传福音，也用他自己的资源。不要忘记，他是来自于有钱人的家庭，他用自己的财物来资助当时候很多街边的辛苦的孩子、寡妇、孤儿。到了大4的时候，非常特别，这个祷告小组已经来到了1300个人，很多吗？很多每一天他们一起聚集祷告、读经，早上、晚上。在那个校园里面有非常多的祷告的声音，而且他们有一个心志，就是为主不保留的，在年轻里面来为福音传递。当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跟他说：“孩子啊，你毕业了，你要回来接管家里的事务跟产业。”他跟他父亲说：“爸爸，我要为主传福音，我要回到亚洲去传福音。”他父亲说：“如果你这么做，我会断了你的财路，我不会供应你。”但他跟他父亲说：“没有关系，我要为主不保留。”当他准备进入神学院读书之前，他在他的圣经的封面再写了第2个字，英文2个字，他翻译成中文叫不退缩。他为主有一个心志，是我为主不保留了4年，那接下来的3年我不要退缩，完成神学的装备。所以他说我要选择放弃继承家族的事业。他进入到普林斯顿神学院读书，这个不退缩的心志，回到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对吗？这一对父子要一起上山去，他们不知道，儿子不知道，原来献祭的凡物是谁？燔祭的那个祭牲是谁？他，对吗？他心里相信的是上帝预备。那这个爸爸呢，很难过，知道要被献的是儿子。即便如此，在2个非常不明确的状况之下，父亲跟孩子一起走上神要他去的山，这是一个不退缩的心志。到了山头，父亲开始准备祭坛，对吗？铺好了，祭坛准备好了，木材铺好之后，他做了一个动作，他要绑他的儿子。各位，如果你是以撒，当下你会有什么心情？你会吓到原来我就是那个要被绑、要被献的啊！如果你是以撒，当下你会有什么样子的心情？
以撒，你要记得哦，他背了那么多，他是非常强壮的，到山里，他有没有能力可以反抗他父亲？有哦，他可以抵挡。可是，在经文里面，当他的父亲捆绑他的时候，这是唯一一次出现在圣经里面的希伯来文，是他自愿的被绑。以撒乐意自己被绑，并且走上祭坛，躺在那里。你想想看，你要想想看，一个100多岁的长辈，这个资深少奶，要怎么把儿子搬起来，搬在那么高的祭坛，把它放在那边，不太可能。以撒自己主动走上了祭坛，躺在那里。当他完成了这些工作的时候，亚伯拉罕拿刀要准备杀他，神的声音出现了。各位，在那里，我想这一对父子心里都得着了释放。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他看到树丛间有公羊，对吗？他们在山里面，原文的意思是一只绵羊。山里面应该出现什么？山羊啊，对不对？他们哥这里出现的是什么？绵羊。这里预表着以撒顺服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他们离开了那一座山上，亚伯拉罕对那一座山说：“它是耶和华以勒的地方。”过了好多年，几百年之后，所罗门王献殿要盖圣殿的这件事情，他选的那个地方就在这座山上。在那里，以色列人相信神必定要持续的祝福、赐福以色列百姓。亚伯拉罕跟以撒的故事不断的被歌颂，也在那座山上，圣殿被盖起来了。在那里，所罗门王开始在那个地方建立圣殿的时候，献殿的那一天，各位，他为外邦人祷告。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一位受膏的君王，他不应该做这件事情啊。可是在列王记上第8章记录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所罗门王竟然为外邦人祷告，而这件事情被记录在圣经里面。所罗门王渴望外邦人也认识这位主，这个渴望外邦人认识主的心，也在这一位宣教士的心里面。各位还记得我刚刚老师分享的，在圣经里面有哪2个字？英文是4个字，那中文翻译成出来就是不保留、不退缩，对吗？这位宣教士终于毕业了，25岁的他满腔热血，带着他的圣经，一个皮箱搭船，要准备去来到亚洲来传福音。可是他知道要去亚洲传福音特别是回教穆斯林这样子的一个宗教传统，你一定要学阿拉伯语，因为他们是读阿拉伯语。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他离开美国前，他在他的圣经的最后面写了最后2个字，翻译成中文叫做不后悔。他祷告神说：“我这一生我不退缩，我也不后悔的来侍奉你。”但是他知道他必须有策略，所以他先到埃及来学习阿拉伯语。他抵达埃及的第2个月，他死了。各位，他死了。他没有完成做宣教士的心，也没有完成上帝在他心里面的那个呼召。他在第2个月在埃及的时候，他死了。他没有来到亚洲传福音。
那弟兄姐妹他失败了吗？没有嘛？你知道吗？他死掉的消息，他回天家的消息传回到美国之后，发生了极大的事情。他的遗物跟着船回到美国的时候，他的父亲把他的圣经打开来看，在他的第一页圣经里面，封面那里第一页4个字：不后悔。好，不保留，不退缩。他父亲翻着他的圣经里面密密麻麻的笔记，到最后一页才看到了另外2个字：不后悔。他父亲知道，原来这是神的恩典呼召。威廉伯登过世的消息，当时候也登上了报纸的头版，发起在美国全国里面。还记得他在校园里面每一天有多少人一起聚集吗？1300人。因着他的过世，在当下有超过100人回应主的呼召，成为宣教士，离开美国去到不同的地方服侍，甚至有超过60人来到亚洲服侍。也因为这样子的传统，大家有听过内地会吗？内地会的前身就是这样来的。各位，看似他看似威廉伯登没有完成神在他生命里面的呼召，可是他的影响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在他的生活里面，他的见证。如今的我们，各位，我们也站在这个传福音的传统之上，对吗？淡水长老教会是我们北部的第一间教会，也是我们马偕博士所设立的教会。我们是一间被建立在传福音事工之上的教会。在今天早晨，好不好？让我们再一次为主不保留，不退缩，不后悔。在今天早晨，愿我们的下一代也为主大发热心。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为着今天早晨的你的话语向你感恩，也谢谢你再次借着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为着主不保留，不退缩，也不后悔。主，谢谢你，原来被试验的不只有亚伯拉罕自己，他的儿子，以及再来我们也被神你来试验。愿我们的每一次的选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都能够荣耀你，帮助我们，祝福我们，特别是纪念我们的教会，来继续的使用淡水教会，成为你话语的出口，以及福音的桥梁。我向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